后来，来是有民众开真侪钱，想要甲厝固定装潢，想袂到拄到装潢加纸，毋那甲厝内底拆甲二苍苍，钱嘛讨袂倒来。讲安尼受害者至少有30位。这立委找来着相关的单位开记者会，建议采取着定型化契约，但是上紧嘛要到今年的年底，才会当来提报着行政院。而这段时间要安怎防止类似的代志再来发生呢？这个国土事是回公靠新闻稿的发布，这时候立委张丰禄听袂落去，要求着相关的单位要主动来处理。摒面落来，涂骹搁放土石，甲拆落来废弃物，这毋是厝也袂起好，是厝主开钱想要重新装修。把我们家乱拆之后，然后就预收第二期6成款之后就开始摆烂了。受害厝主指控，当初找业者施工，钱落啊，厝嘛拆，所来的业者就找无人。敢若是这场记者会出席的受害厝主就6个，累计的案例有30多个，金额为数十万到上百万拢有。不过就算到警察局，原来是无法度。没有完成，所以他不太让我们使用诈欺的方式去做报案或备案。本票裁定，但对方也说，如果他没有钱的话，我们也是拿不到。就是消保法第56条之一，给了现钱还是不改正呢？从3万块到最高的50万，我们会处罚到他改正完毕为止。就算有法度开单，不过乱象要安怎改正？立委提议采取定型化的契约。国土司表示，上紧年底会甲行政院提案，不过有唔少业者目前也在营业，修法进程要安怎预防类似案例？国土司的回应连立委拢听袂落。我想我们会有用相关的这些新闻稿部分，我们会对外发布。如果我们查有不法的状况的话，建商的广告，你们都有去查了。都广告不实也开重罚了。像这一种的，你们就主动去处理就好，就一句话嘛。民众面对有厝无法度住，议会钱嘛摕袂转来，制度面的修改恐惊是袂付到3天。要安怎实际解决民众的需求？相关的单位跨部会协调，动作就要较紧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